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5月12号在家会主，我们的题目是从圣洁之路回耶路撒冷。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，其中第8节这样说：将有一条大道，要称为圣洁之路，罪人不能走这条路，愚昧人不能在这路上徘徊。我们看到昨天的经文实在是很荒凉，因为以色列的宫殿已经是到了很可悲的地步，是因为神本来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而离开了他的百姓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再次看到神的荣美要再临。第3节这样说：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软弱时失去信心，要投靠埃及，却不投靠他们爱他们的主耶和华。先知说救恩已经到了，请千万不要走到埃及的面前，不要投靠人，要走向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主也向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家庭来呼唤我们，甚至我们的国家正面对那黑暗权势跟仇敌。我们不要害怕呢，因为我们的神必要来。今天的经文再次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居住在我们中间，神要转化一切。我们看到今天经文那时候的背景，亚述王他们的敌人，以色列的敌人差大军到耶路撒冷，他的百姓拉伯沙基嚣张地向以色列的百姓说，没有神，没有任何一个神可以救他的子民脱离我亚述的手。面对这样仇敌强横，以色列的长官竟然不敢哼声，还哀求亚述的将军用亚兰文来说话，免得百姓听到心里害怕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仇敌，今天我们国家、我们社会的仇敌，是不是也是这么样的嚣张？我们怎么回应呢？我们是惧怕吗？我们是躲起来吗？主不要我们这样，主要给我们拯救，要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因为那时、那日子、那时候，主的拯救就要到。第5节跟第6节这样说：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脱，那时瘸腿的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在这里有2个那时，有4个好的兆头啊！原来那旷野没有水的，但是这个时候要有水；在沙漠没有河流的，这个时候有河流的水要涌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在那个绝望之地，我们的神是要给人盼望的，我们的神要施行拯救。再也没有野狗像34章一样，再也没有狮子出没，只有主的拯救，只有一个救赎的圣民之路。这一条大路，圣洁之路，只有上帝亲自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铺成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我要不要信靠主，就这样。你要不要在这条路上有主耶稣基督陪伴你？如果要，我们就一起来信靠跟祷告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条圣洁之路，使我们得到永生，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，我们归属于你，我们一生就有了盼望，我们今天活出得胜的日子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在旷野与沙漠里看见主的荣美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并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